那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制作面糊的部分，好，那一样是使用低筋面粉，所以一样要过筛，一样要过筛。好，老师我来过筛好了，谢谢您。其实步骤跟刚刚那个有点像，刚刚的泡泡欧芙有点像。这好，然后接着我们一样就是加入糖跟盐。好，我们这边一样就是先把它稍微搅拌均匀一下，然后接着呢，我们一样是要1颗室温的蛋。我故意这个碗不洗。谢谢。在厨房里面啊，其实很多人他很喜欢做料理，但是呢，要事后这么多的这个锅碗瓢盆要洗哦，很多人吓得都不敢上厨房去了。你真是说中了我的痛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牛奶125 cc。来，老师牛奶。谢谢。那我这边的做法呢？牛奶跟这个蛋和均匀。刚刚是牛奶要隔热，就是说要加热到我们人体的温度嘛，哈，然后再慢慢加入拌匀。好，烤模预热不要忘记哈。要记得正看着它。好，这边一样，好，就是跟刚刚一样倒入，然后老师我来加好了，谢谢。其实这个配方啊，如果说您糖的分量加多一点，然后呢再加一点那个泡打粉，它会变成那个松饼吗？夜市的脆皮可乐饼。对，好。那么一样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加入油脂类。就是老师用不一样的哈，用橄榄油。对，没错，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做咸的口味，所以我想说加个橄榄油，然后一样是慢慢的加。好，那这个要静置吗？对，没错，因为刚刚看到那么多材料，必须要让它花点时间去融合一下。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要半个小时。对，好，所以一样啦，就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先做好，放冰箱，然后早上起来就可以使用。反而它静置久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太阳蛋烘饼呢，准备的材料有火腿，然后 cheese， 然后洋葱，当然还有我们重要主角1颗蛋。对，然后这个火腿的部分呢，看个人的喜好，你也可以把它就是切小块一点。那我这边即将是会把它整块放进去。好，那我们洋葱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它切小块一点。其实，厨娘我很喜欢用紫色的洋葱紫洋葱给人的感觉就很元气啊，尤其是那种昏昏沉沉的，冬天的早晨啦，哈，你来一点这种比较有颜色的，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我就会让人精神一振。没错，没错。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先把太阳蛋煎起来。好，一点点的橄榄油。好，所以我们这时候火的温度差不多了。好，下的时候呢，对，尽量就在中间的部分。像我的话呢，如果为了呈现画面的美呢，你会把它切掉吗？老师你好厉害，然后另外那一块先塞到嘴巴里面去了，当然要等凉一点了。但你发现我在家里也是这么做的。对呀，不然你看它这一块长长的怎么办？好，刚刚那个多一片那个不乖的蛋呢，我们把它被我塞到嘴巴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颗蛋真的还蛮调皮的，看蛋黄它不喜欢在中间，蛋黄它也不喜欢待在中间哦。没错。所以这边的话呢，会是我个人喜欢的熟度啦。对对对，这样就完成了。是，没错。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盘子，对，把它先盛出来。那盛的时候呢，当然是务必要小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煎这一个薄饼。
没错，薄饼的部分。好 ，Lydia 现在要来煎这个薄饼，对不对？是，没错。其实老师这是类似像法式薄饼哈。对，没错。我好爱吃法式薄饼，不管是甜的、咸的，完全没办法拒绝了。赶快来煎我们的法式薄饼。好，没问题。那我们这边的话，法式薄饼不需要太多的油。这个是重点哦，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煎那个葱油饼。葱油饼，所以我们这边只需要一点点的油。然后这边的话，您也可以用刷子，但是我觉得刷子刷起来不是那么均匀，所以我这边会建议就是可能用厨房纸巾。对，那厨房纸巾的话，也是要选的就是可以用在食物上的。对，而且最好是不要有什么荧光剂的啦，哈。对，没错。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而且它又可以丢漆，我最怕要用刷子刷油，那把刷子好难洗哦，老师。真的。好，这样子。好，最后让锅子稍微加热一下。对，有热度咯。我们这边可能需要先让它稍离火一下。好，然后这边舀上1汤匙。好，我们慢慢的把它倒在中间，往后再稍微转动锅子。好，那如果说您发现您使用的不粘锅，然后有出现我这样的状况，就是锅子抓不住面糊，赶快放到火上面。是，没错，稍微让它加热一下，然后一样就是继续转动这个锅子。对，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烤箱里面，待会很惊讶哦。哇，刚刚那一半的面糊，现在我偷偷一瞄，它已经胀得不像话了。它还会再长更大，它还会再长，它还会再长大。OK， 它非常有戏剧、有喜感啊！待会儿一定会让观众朋友吓一跳，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哦？没错。这边的话呢，我们要先来把旁边稍微看它可不可以掀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不粘。对。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待会作业，我们还是稍微对，就是把它呢用稍微刮一下。老师那边要不要关照一下？好像要爆炸了。而且它的形状怎么那么可爱？对，它会不规则。哦，是啊。对，它会烹的非常的不规则。对，我就开始。它让人就觉得那一天早晨可能在赖床的人突然看到它的这个长相的时候，会突然会觉得太好笑了哦，很可爱，然后就超可爱。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做这个法式薄饼的时候，不是两边要把它煎成那样子，对不对？没有，就只有一边要煎就可以了，脆脆的，然后另外一面其实是软软的。其实你看哦，现在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就是你看到这边已经有点金黄色上色了，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下我们的料了。我们的起司先下，你只要把它下在中间的部分。接着我们可以下一些我们的洋葱，好，然后接着呢，我们的火腿，对，直接把它叠上来。来，我们看一下旁边。220度15分钟之后，我们要降到170度，让它再烤个20分钟这样子。因为怕那个烘起来的部分呢，你看到已经焦了，其实里面的面糊根本都没有熟哦。其实当妈妈，怎么讲？就是我煮料理，然后觉得家人给我最好的回报就是他们吃的那个很开心的样子。好，那我们其实差不多了哈，所以我们要把它折成一个正方形，对，所以两边把它折过来之后，你可以稍微转个方向，因为它有起司嘛。其实这时候呢，放起司它有除了当然就是说，它那个口感上还有香气上，但是它还有一个接着剂的这个作用。没错。好了，我这边已经是差不多了，对，来吧，起来，先把它装盘。谢谢。我们装到蓝天里面哈，因为既然是太阳嘛，对，我们就跟蓝天呢做一个结合呢，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蓝色的盘子里面。日出要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赖床喽，准备起床喽。那我们这边当然是要增加它的视觉，是。那这边一样，您一样可以准备您喜欢的青菜。
所以就是用9层塔了哈。9层塔。厨长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而且一定会成功的这个9层塔的种法。你就是把这个9层塔的叶子都摘除了之后，它不是剩那个梗吗？对。你就把梗呢，大概放在玻璃杯啊，是好，然后呢，大概让它浸泡个大概2、3公分长。它过几天之后呢，就会慢慢的长出须根来。对。这时候你就把它放到土里面去。哦，再栽种到土里去。你们家就有用不完的9层塔，就这么简单。好。然后就切。哦，很多人都说9层塔怎么可以切成那种细丝啊？因为它很扁嘛。对。而且它又很干。没错。所以莉莉娅刚刚教了一个很小的这个方法，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要把9层塔把它卷起来，它有一个厚度，有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下刀的时候呢，会把那个丝呢切得非常的漂亮。是，然后呢就开始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味料，是对，我们的胡椒